穿上卡通小飞侠装扮，摆出帅气的姿势。台湾文创导员发展协会创会会长吴敏阳率先出场，为今年度的国际文创杯国际麒麟比赛揭开序幕。我有一颗童心，很多人都说我现在60岁了，什么还不会老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态，我觉得心态决定了一切。因为只要你愿意去为别人付出，当你别人得到快乐的时候，你也得到快乐。那你的心态上年轻，你的外形上也跟着年轻。已经连续举办9档的国际文创杯国际麒麟比赛，项目分为美发、餐饮观光、艺术造型、选美大赛等100外的项目。参赛者作品多元，涵盖各行业。举办9档以来，现在也吸引愈来愈多国内外选手报名参赛。我有听过这个比赛，然后也听学长姐有介绍过，我觉得很有意义，我想要来参加，因为可能日后对我们的大学啊都有帮助。除了技术能力以外，又要考一个叫做临场应变。那这个临场应变就是说，可能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话，因为很紧张，所以手就会抖这样子，然后也有可能会失焦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，也可以看得出选手他们的用心程度以及他们的稳定程度。那我们的学员很多，大部分都是来自那个阅览级的那些学员，他们非常认真哦，非常认真的在学习，他们每一年每一次都更进步。他们去年有很多来参加比赛，因为借由这个比赛，让他们更肯定自己的作品啊，他们的能力啊。不止办比赛，主办单位也关怀社会弱势族群，依照往例举办关键白米活动。吴敏阳表示，今年总共捐出将近1吨3的白米，就是希望会当借此抛砖引玉，号召更多人投入公益，展现爱心甲服务大众精神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